我们先下细砂糖好了，因为它有抹茶粉，因为抹茶粉不好溶，对，所以我们可以先有一个小小的诀窍，就是你先把抹茶粉跟我们的糖先混合。混合好之后呢，再加牛奶，这样等一下那个抹茶粉就不会结块了。就是一个小诀窍。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因为抹茶真的非常不好散了，不管你用冷水、用热水都一样。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牛奶加进去。哦，好，牛奶加进去，然后还有我们的奶油。那因为抹茶，我觉得抹茶跟蜂蜜很合，所以我加了一点点的蜂蜜在里面。我现在要加一点蜂蜜。那其实这个蜂蜜可加可不加，只是我个人偏好。我觉得抹茶跟蜂蜜根本就是好朋友。我只要吃到抹茶，我就觉得，它应该要有点蜂蜜在里面，因为我觉得抹茶的香气加上蜂蜜之后，它的香气会更明显。然后我们把这个火一定要开小小的哦，不要太大，因为我们其实不用煮到太热，我们就大概煮到开始微冒烟，我们就要停了。可丽露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会煮过热。煮过热，你的可丽露为什么一直跟他讲说微微冒烟？像这样微微冒烟，我就差不多要熄火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可丽露的牛奶过热或过冷，你的可丽露拿去烤的时候，它会乱胀。它会胀得乱七八糟，所以这个温度是很重要的。OK， 所以大家看到了哈，对，这个温度呢，就微冒烟，微冒烟就好了。那我现在另外准备一个大的钢盆或玻璃碗，然后里面放了蛋跟低筋面粉，低筋面粉要过筛。然后我们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一道甜点哦，你就把它加进去，一边加一边搅拌。可丽露难在不是难在做，是难在烤，因为它烤的时间它烤时间很长，它必须要烤到，以我们今天的一个可丽露面糊会加大概会加大概55到60克，这样子大概要烤70分钟，所以它要烤非常非常的久。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你看它几乎都是水分嘛，对，它都是水分，所以它不容易烤，不容易烤到它熟。那还有就是大家看到说，你看它里面会有很多颗粒，那这时候很多同学他会一直拌，一直拌，一直拌。那一直拌的话，它其实会出筋。它烤可丽露切开里面会觉得有点像冻状的，那怎么办呢？过筛吗？那就出筋了。对，就如果它一直拌的话，就会出筋。所以你看到它里面这样粉颗粒，你不要再一直拌了，直接过筛就好了。对，过筛，然后再把它稍微抹一下，用刮刀把它抹一下，就没错。那很多人在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会想说，我筛完就没事了。其实也不会，你要把它翻过来，它下面还有很多。筛完就把这个放旁边，没有，它下面这个都要刮起来。因为大家有看到我刚刚刮起来的是不是很稠？对，那其他是不是很稀？所以它这个面糊里面它有点不是很均匀，所以我们要再把它搅拌一次。这个动作很重要，不要以为我筛就没事了。对，我们把它拌匀之后呢，我们要再筛一次，以确保说，我把刚刚很稠的跟很稀的，我有确实的混合在一起，所以我可能要再麻烦你帮我握一下这个。好，然后我们再筛一次，它应该要是一起都流下去的，那就表示说，我这个面糊真的确实有做好了，浓稠度都是一样的，对，没错，对，好，真的都一样了。对，好，我们这样挖干净，好 ，OK， 这样子炒，然后我们再把它的翻过来看一下它后面，它其实还有一点点，但其实已经算很少了，没有像刚刚这样一坨，而且它也是稀稀的，那其实这样就差不多了。OK， 对，然后这样子之后，我再把它稍微拌一下，这样子之后呢，我们把它冰起来，然后要冰1个晚上。冰1个晚上啊，还要冰1个晚上才能拿去烤。当天做完的，马上做完的不建议烤，因为马上做完的它其实是里面它并没有到很均匀，就是它里面的成分它还是有一点游离。等它冰过之后呢，它会比较沉静，然后它里面的质地也会比较一致。那这个就是我们放过1个晚上的了。大家有注意到我这个是用不粘的烤模，然后不粘烤模我有在上面涂一点还算蛮多的奶油，因为可丽露要脆的话，就是它要有蛮多油下去烤的。我们这个配方是做6个，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说，我的模型这么大，我家烤箱放不下怎么办？没有，只是因为我的模型我一次做都是做12个，但是不是每个人家里烤箱都这么大，所以我给大家的配方是6个，你可以只买6个的就好了。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它一定会滴到，难免会滴到一点点，记得要擦干再拿去烤。那为什么要擦干拿去烤？因为就像我说的，这个可丽露其实它才55克到60克左右的面糊，可是它竟然要烤70分钟，所以上面这个一点点的，如果你不把它擦掉，你就会在烤的时候一直闻到烧焦的味道。对，然后还会冒烟，然后对变成你的可丽露就是烟熏 smoke 的这个有另外一番风味的。对，那我们的烤温的话，会建议在180到190度。所以我们大概要烤70分钟。那有些人在烤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可丽露会长好大，好像真的要地鼠，有没有打地鼠？要准备要拿那个打地鼠，就发现它胀好大，就想说，奇怪，它怎么会胀这么大？它其实下面都是空的，是。所以你看到胀大的时候，要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放着一下下，它冷了就会缩下去。然后大概真的不用太久，30秒就好，再把它放进烤箱。OK， 所以这一招要学起来哈。OK， 好，那我们就进烤箱了。好的可丽露，真的一点抹茶的颜色都没有，对，因为变成煎茶的颜色，对，红茶的颜色。对，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我这样是不是烤焦了？其实如果吃起来，因为这样吃起来其实是外表是很脆的，除非你吃起来开始觉得它有苦炭味，那才是烧焦了。OK， 好，为了让它呢看得出来是抹茶，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呢就不能省了哦。哇，真的好可爱哦，很可爱，很可爱。把它擦一下，然后因为它是抹茶，所以让它一点放个红色在旁边。因为客人也可以吃水果，也可以吃可丽露。其实我觉得这个想到好像德国的黑森林因为其实草莓在那个森林里面有时候有那个野草莓，然后现在这个你做出来老师的这个可丽露好像那个木头。对，然后上面那个好像青苔我觉得好森林系的感觉，对不对？好，就是视觉享宴。对，就是感觉是很天然的这个感觉哈。